来看咱国的桃园机场，伫2019年全球机场的比拼哦是排第13名，也毋过后来排名就开始啦，今年是排第82名。有学者是表示讲，有真侪国家拢趁疫情期间来翻新机场，提升服务。台湾真可惜，无趁这个机会来加强软硬体设施哦。学者嘛建议讲，应该赶紧来引进智慧机场的设计。疫情解封了后，未少民众出国旅游，机场清在出现济人阵。不过，桃园机场伫英国 Skytrax 国际机场的排名，2019年得到第13名的成绩了后，逐年退步，今年还阁来到第82名。处在一个不进则退的状况，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，非常多的国家机场重新翻新以及重新定位。未来如果第3航站可以尽快的开幕的话，如果可以用数位科技再去降低旅客出入过程里面的繁复性的话，应该可以减缓大家的抱怨。附近的国家机场成绩拢一起袂歹，尤其是新加坡樟宜配合多功能复合商场，受到国际旅客欢迎。日本羽田机场因应东京奥运整修，扩大综合商业设施，依次伫前3名。有学者分析，别个国家拢伫疫情的期间大幅度整修，台湾煞缀无着阵。不过有学者认为讲，桃园机场应该要强化智慧机场的概念。比方说像新加坡的一些空桥对接啦。成田机场的部分，比较年纪大的旅客，他们提供一个 AI 的接驳的一个服务在机场内。那桃机其实也成立一个智慧机场的小组哦，在审视自己的一个主计划之后，在研拟这个智慧机场的一些发展的优先顺序。针对国际评分的成绩退步，桃园机场回应讲，评分的内容包括机场工程、医护、清洁，也有旅客服务等等的内容。桃园机场的作业嘛包括防检署、移民署等等公民营的单位，后续会持续改善，以服务第一的角度来检讨和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